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0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銀行，聊一聊银行業啊。年底了，這個銀行也在變相的裁員減員。第一財經它今天有個報道，叫今年超9000家銀行網點關停，9000家呀。曾幾何時大街小巷都遍布的吧，各大銀行网点，有的一條街上都4、5個，有國有大行的，有城商行，對吧？有這種股份制銀行的，甚至還有村鎮銀行，還有很多我們都沒聽過名字的，突然莫名其妙在你那個街上開了一個銀行網點，對吧？但是這一切現在都在發生變化，銀行正在悄悄的裁撤這些網點。根據第一財經報道說周圍的銀行網點好像越來越少了。家住廣東東莞的王女士近日發現自己常去的村鎮銀行悄然解散，變成了某家股份制銀行的網點。隔壁鎮上的幾家農商行網點也陸續傳出關閉的消息，對日常生活影響不大，但總覺得有些不一樣。她說當然不一樣了。王女士的直觀感受背後，中小銀行及網點正在加速消失。第一財經記者梳理最新數據發現，截至12月8日，年內因合併或解散而注銷的銀行已達377家。為什麼解散？為什麼合併？我記得在前不久的節目咱們做過一期這裡就不多說了，主要是說這個銀行網點減少它的影響較去年全年的190餘家大幅增長。與此同時，銀行物理網點正迅速減少，今年已有超過9000家網點獲准退出，較去年同期增幅超過200%。什么概念？就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银行网点正以去年2倍的速度在撤離，也就是加快了。你怎麼說都是一個寒冬的景象。銀行正在加速消失，我們直觀的感受就是銀行網點少了。實際上背後原因很多，有的是銀行整個村鎮銀行它沒了，解散了，有的是村鎮銀行或者小銀行被大銀行合併了，一合併之後它又得，對吧？該裁的裁掉，該撤的撤掉，該併的併掉。銀行及其網點數量正快速收縮。據第一財經觀察，減少最為明顯的區域集中在內蒙古、山東等地，這些地區正是2010年以來中小銀行數量擴張最為迅猛的區域之一。其中農商行成為受衝擊最大的一個類型。企業預警通統計數據顯示，以最新批復日期統計，截至12月8日，今年因監管批復合併或解散而注銷的銀行已達377家，超過去年全年水平。其中村鎮銀行注銷數量最多，達到218家，佔比近60%。農商行和信用社分別注銷79家和70家。記者注意到，許多被注銷的村鎮銀行實際上是被併入更大規模的銀行機構。例如，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批復顯示，遷安香農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已於11月28日解散，其全部資產、負債、業務、人員及相關權利義務由收購方唐山銀行承繼。什麼意思呢？就整個的把這個遷安香農村鎮銀行給吸收了，然後把這個名字給去掉了資產負債都一把給人家。然後說直接一點吧，你存在遷安香農銀行的這個錢沒毛病你跟這個以後唐山銀行這兒取，你欠遷安香農銀行的錢你還得還，你要還給這個唐山銀行。它不是破產它是被吸收合併。分區域來看，年內因監管批復合併或批復解散而注銷的數量最高的省份為內蒙古，達到139家。這主要與當地農信系統的大規模整合有關。5月17日，內蒙古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冊資本達到580億，成為全國首家一次性整合120家農信機構及村鎮銀行的省級統一法人銀行。類似整合案例還在繼續。10月30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赤峰監管分局發布批復，同意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克什克腾農村村鎮銀行，並設立分支機構。此外，四川、山東、河南因監管批復合併或批復解散而注銷的數量也超過20家。在銀行數量減少的同時，留存機構也在持續瘦身。王
網點數量持續減少。第一財經記者根據金融監管總局金融許可證信息查詢系統粗略統計，截至12月8日，今年已有9661家銀行網點獲批退出，較2024年全年增長超200%。從類型看，農商行分支機構退出數量最多，達到5400家，國有大型銀行退出962家，城商行如股份制銀行相对較少。什麼原因导致的呢？是多重因素啊。近年来，村镇银行、農商行等中小銀行的消失潮愈演愈烈，这背後既是監管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化險、加速兼併重組的主動調整，也是市場競爭加劇與金融科技滲透下行業格局洗牌的表現。我舉個例子啊，好像3年前那個河南村鎮銀行暴雷啊，有4家銀行吧。如果當時啊，或者再早一年，這些村鎮銀行被上級銀行給它吸收合併了，實際上它爆不了雷，要爆也得過幾年，對吧？這個雷越來越大，實在包不住了，那再由上級銀行去吸收合併，實際上就這個道理啊。它最後爆雷了，那還是當地銀行機構啊，對吧？湊錢，50萬以下的全部兌付，50萬以上的不兌付，這個錢還是他們出的，對吧？所以你要一算賬的話，合併是相對來說既對吧，沒有搞出群體事件穩定，第二個對吧，反正也是出錢嘛，它就延後了。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啊，這幾年村鎮銀行合併加快的根本原因啊，咱們說的比較直白一點，實際上就是這個原因。你裡外一算賬，發現不如把它們合併算了，反正每個村鎮銀行都有窟窿啊，這窟窿有大有小，你把它一吸收之後，那個窟窿顯得就不大了。如果一個缸一個蓋子，你捂得不好，对吧？或者叫2個缸一個蓋子，你技術不夠高明，你總一個缸蓋不住啊。但是你3個缸2個蓋子，是不是？那你就感覺好像騰挪的空間就多了，只要你捂得夠快啊，每個缸都蓋得上。如果是4個缸3個蓋子呢，那不就更安全了嗎？就是這個邏輯啊。現在的村鎮銀行恐怕是3個缸只有1個蓋子。當然了，這個第一財經他也說了啊，他說近年來啊，村鎮銀行、農商行等中小銀行消失潮愈演愈烈，這個主要是啊自上而下推動改革化險、加速兼併重組主動調整，使市場競爭加劇與金融科技滲透下行業格局洗牌的表現。從深層動因看，風險化解是首要的推力。此前部分村鎮銀行風險問題突出，根據2024年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國出入高風險的銀行家數是357家，其中主要集中在農村合作銀行和村鎮銀行等中小银行。据惠譽評級亞太區金融機構評級董事徐文超測算，這一數量占總體銀行業金融機構的8%到9%，資產規模占比僅為2%的較低水平。所以這個金融風險一來啊，經濟形勢一不好，流動性一差，先倒的是村鎮銀行，因為他們抗風險能力最弱。國信證券經濟研究所金融業務首席分析師指出啊，銀行之間資源禀賦差異明顯，大型銀行依托全國性網點、低成本負債和資本充足率優勢，具備承接大規模信貸投放能力；中小銀行受限於區域經營，存款成本高企及資本補充困難，主動壓縮高風險貸款業務。或為解決上述問題，2020年起，農信系統改革開始醞釀。截至目前，11個省市地區成立了省級農商行或農商聯合銀行，大批中小銀行併入省級或市級統一法人銀行。近期，隨着貴州多地推進市級統一法人農商行籌建，6盤水農商行等一批機構已啟動解散程序，預示又一批地方中小銀行將退出市場。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一位華南地區銀行科技部門主管向第一財經表示啊，現在銀行業務線上化已非常普遍，從轉賬、繳費到買理財、申請貸款，超過80%的日常業務都能在手機或網上完成。大家去銀行網點的次數確實少了。他特別提到 AI 技術正在讓銀行服務變得更加高效，比如用智能系統審核貸款材料，原來要等幾天，現在幾分鐘就能出結果。智能客服也能回答大部分常見問題。這些技術進步讓銀行對人工和網點的依賴都在降低。那麼銀行業從業人員現在是不是瑟瑟發抖啊？你看客服被取代以後，這個人工審核用 AI 來取代，而且還快，你這信貸員還要着幹啥呢？所以說对銀行業從業人員來說，這寒冬啊剛剛開始啊，
成本壓力也是銀行精簡网点的重要原因。他指出一个普通网点光房租、水電、設備維護一年就要花費200萬到500萬元，再加上10幾位員工的工資，總開支可能接近1000萬元。相比之下，線上業務的成本要低得多，大約只有線下成本的1/10，也就是銀行也會逐漸的從線下轉到線上，那還要那麼多人幹什麼呢？這就和實體經濟是一樣的嘛，就跟那個對吧，線下那些商店為什麼現在都關門呢？那不都是跑到網上去買了嗎？銀行也一樣線下網點以後越來越少，大家都在手機上辦理誰還跑到銀行去排隊對吧？你坐在馬桶上，就像你購物一樣，對吧？在馬桶上就解決了。你銀行辦理業務也一樣你以後在馬桶上 APP 拿出來點一點，業務就辦完了，高效省時，還不用排隊，還不用去跑銀行去，那這就是趨勢所以那就看到就是銀行從業者，你要看到這個線下這些商店這個情況，你就要想到自己未來，難道還不夠瑟瑟發抖嗎？對吧？趕緊準備找工作吧。隨着銀行合併、網點撤併趨勢的深化，行業內開始關注可能衍生的金融覆蓋空白與普惠服務弱化等問題。一位村鎮銀行前行長對記者表示，在省級聯合銀行或統一法人整合後，原本規模相對較小的村鎮銀行、農商行等逐漸被納入區域大型機構體系，但業務重心可能會隨之轉移，使其原本在支持三農、普惠金融等領域的針對性服務受到一定影響。這個肯定有影響不用說，但是這個影響肯定是越來越小因為農村的這些老年人呢，對吧？一點都不會用手機的，一點都不會用什麼支付寶、微信轉賬的少數，也會越來越少，對吧？隨着這批老人呢，以後到農村的這些人，他都會用手機 APP、微信、支付寶，那你這農村網點還有什麼用呢？你本來農村就沒什麼人，你在那整個網點，那個網點怎麼着都要3-4個人吧？那成本得多高3-4個人工資，對吧？人每天也沒什麼業務，就為這個老人服務嘛。所以說他這個業務肯定是越來越萎縮。你不要打着什麼三農、助農在那兒，還想保留這個網點，保留網點實際上就是保留自己飯碗，保留自己特權，對吧？保住自己的利益，這個要保也保不了多長時間如此同時，也有業內人士指出，網點優化並不必然導致服務缺失。部分區域此前銀行網點布局存在過度集中、競爭效率偏低等現象，結合當前業務線上化水平持續提升，適度撤併物理網點並不會顯著影響客戶體驗，沒毛病對於銀行網點撤併現象，金融監管總局近日公開表示，將指導銀行機構保障縣域物理網點供給，統籌考慮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既要避免重複建設、過度競爭，也要避免網點撤併所帶來的金融空白、金融排斥等問題。同時，將繼續指導銀行機構在確保安全防範措施和其他設施合規的前提下，統籌安排成本與效率，選擇業務經營相適應的營業場所。實際上隨着時代發展，農村地區也不需要這些金融服務，就不需要線下都是線上都能解決。我們這兒農村鎮上有銀行，那大家都能理解的吧？鎮上銀行不少呢，有工行，還有建行，還有這個村鎮銀行，還有地方銀行。但是有的到了村裡面還有銀行網點那你說那裡面養幾個人幹啥？那不是純賠錢嗎？這個第一財經報道2025年銀行網點就少了9000家。什麼原因少的？這個文章也說了，咱們不細說咱主要說的是少9000家對咱們的影響。別的不說一家我們按少的算，10個營業員，一家是10個，那你少9000家，你就相當於少了9萬個崗位。這9萬個崗位，有的人有可能被吸收了，對吧？去上級銀行，對吧？幹別的去了，但是總會多出很多人，因為上面的銀行人家也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本來就要裁員，他也吸納不了多少，所以這9萬人，對吧？有多少面臨失業就崗位沒了，然後再加上這個銀行要用人工智能 AI 這些，所以說銀行面臨着大裁員。即便今年不裁，對吧？今年勉強把他們吸收，大量的充值到上級銀行，一部分，對吧？分流改行，給他補償走人。那明年呢？照這個趨勢下去明年會有更多的網點要裁撤。不要說農村地區了，縣域就是1、2線城市也不需要那麼多密度那麼高的銀行網點。為什麼呢？這個就要跟時代有關係，對吧？你現在去
啊，銀行排隊的都是些什麼人呢？都是老頭老太太，也不知道他幹啥，反正人家在那一排3個小時沒毛病。人家早上9點8點多就去排隊，也不知道是幹啥。但是這一批人他總得走啊，對吧？你隨着這個時間的推移，你後面的這些，你比如胡一進老師這樣的，恐怕對吧？他就不需要去銀行了，在手機上、電腦上搞一搞，業務都能辦理。隨着銀行的各種手續的優化，對吧？基本上都能在手機上操作。再加上現在手機對吧？電腦的普及，尤其智能手機的普及啊，都在網上辦了嘛。所以說，即便是北京、上海这1線城市，網點也不需要那麼多了，都得撤。這是個大趨勢啊，明年只會撤的更多。剛才已經算了嘛，成本多高啊，對吧？一個裡面10幾個人，一年一個網點運營費用至少1000萬，開源節流啊，銀行效益不好，對吧？現在存貸差越來越小，壞賬越來越高，銀行手上大量的房子處理不了，直接賣也賣不掉，所以銀行遲早要面臨開源節流的問題。所以我認為2026年啊，就會大面積的裁撤這個網點，先從農村地區縣域對吧進行合併，下面就是2級市啊，這個地區地級市，在省會城市，在1線城市一樣的都要裁撤。所以第一個影響就是就業，對吧？這個銀行行業的人現在是瑟瑟發抖，準備迎接暴風雨吧。第二個影響是什麼呢？影響房地產呢，對吧？你看滿大街小巷的都是銀行網點，那個網點而且位置都不錯，現在人家都撤了那幹什麼呢？是不是商業地產這個越來越難？对吧？你商鋪越來越租不出去，各種萬達廣場、吾悅廣場，什麼大悅城，對吧？以前最好的位置都是銀行占着的，還有好多就是大牌，對吧 ？LV 啊，什麼古奇啊，奢侈品占着的。現在人家都在撤，銀行也在撤，你說誰還能租得起那些地方？對商業地產來說，那絕對是雪上加霜；對這些商鋪來說，又是一記悶棍吶。銀行網點在收縮嘛，對吧？對這種商鋪啊，對這種需求就小得多啊。你再加上藥店，對吧？現在也不行，上面醫保局正在收拾這些藥店，所以說我第一影響的就是就業啊，這不用說了。第二影響的就是商業地產，這個商業地產就是2026年會更冷。你說這些東西點點滴滴，這個壓垮駱駝的稻草，你說哪一根呢起作用？不知道啊，都起作用。當然了，這個銀行業啊，也不光是說咱們這兒不太美妙。美西方銀行業也不美妙啊，因為第一個，他們也面臨着這個人工智能 AI 的這個影響啊，這個大家都一樣，各大銀行都在用人工智能，都在，對吧？那這個就會導致很多人要下崗。第二個呢，也跟這個經濟形勢有關係，哎，這個各有各的難處啊，對吧？美西方的銀行他們有他們的難處，所以說啊，這個冬天啊，各大銀行都在裁員。首先是這個今天啊，有媒體報道啊，瑞銀擬裁員1萬人。將通過自然裁員、提前退休等方式逐步實施。金融市場剛剛消化了2023年瑞銀收購瑞信這一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規模最大的銀行業合併消息。你看啊，還記得吧？2023年這個美國很多銀行、硅谷銀行，對吧？這個暴雷啊，影響。然後這個瑞信好像也暴雷，但是它被瑞銀收購了，合併吸收。吸收完之後，你看扛2年，現在也不行了，開始裁員，對吧？現在又迎來了新的震盪波。瑞士報紙報道稱，瑞銀集團可能到2027年再裁員1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瑞銀員工總數的9%，也就是將近啊，瑞銀要裁掉10%。但是瑞銀對此並未直接證實，僅表示將通過自然裁員、提前退休等方式逐步實施。你不管怎麼說吧，他人家崗位要縮小10%，對吧？也就是退休了，他不招了嘛，或者少招，退休的多，招的少。总之，通過这些手段，他不通过那比較激烈的啊，把你裁掉，給你補償。不，他通過少招多退休一樣的，反正人家到2027年要減少1萬個崗位。荷蘭銀行因引入 AI 技術，計劃裁員5200人，佔其員工總數的1/4。花旗銀行因退出中國市場業務，一次性裁撤上海和大連技術部門3500人，佔其在華技術團隊大部分。平安銀行被曝通過部門回遷深圳變相裁員，引發員工集體訴訟。蘇州銀行則因審計機構普華永道捲入裁員風波，後者計劃裁減50%的金融審計員工，信用卡消費萎縮，企業貸款需求下降，進一步壓縮銀行利潤空間。這個最有諷刺意味的是什麼呢？說上海某銀行啊，裁減120名櫃員後，他引用了這個人工智能啊，這個銀行一般用 AI 來主要是貸款審核，還有櫃面業務，還有反洗錢審核等等啊。
就用人工智能來處理，又快又準確。这個上海銀行它裁掉120個櫃員以後啊，居然它的差錯率降到了0.02%，也就是差錯率還降低了，也就是人越多，那出錯率還越高。用了人工智能之後又省錢，錯誤率還低了。說機器代替人工成本僅為人工的這個1/3，所以以後這個銀行它肯定是想辦法要把人擠兌走啊，裁人呢，要多用人工智能呢。以北京银行為例啊，有網友說啊，北京銀行工體北路支行、長安街管渠門政務中心的支行相繼終止營業。你看，這可是在北京啊，在北京的北京銀行都在收縮網點呢。2個月內累計裁撤9家機構，為什麼呢？那當然成本壓力啊，就是它這純粹是開源節流啊。北京銀行旗下10家村鎮銀行上半年就虧了1665萬，僅有4家盈利。小銀行的資源和抗風險能力根本扛不住大行下沉和互聯網金融的雙重擠壓。房商戶農村鎮銀行連續2年虧損1.6億，2年虧損啊，將近1.6億，這麼一個小村鎮銀行，第5大股東直接清倉離場。本來啊寄予厚望的村居業務，那根本就做不起來。然後這個宇宙第1大行啊，現在是宇宙第2大行，工商銀行，它的北京利澤支行年底獲批終止營業，在利澤橋那兒啊，那個很大的一個支行關門。那你說那下面那一大片門面幹什麼呢？中國銀行大興西紅門支行和紅領巾橋支行在10月底同步關停，建設銀行更是在半月內連關5家支行。所以我說啊，北京、上海这个深圳1線城市這些大行網點關得更快，這個應該是2026年的一個趨勢。你為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啊，你像這些1、2線城市這個核心區的這個網點，那租金得多貴呀！但是你說在那兒辦業務的都是些什麼人呢？你比如說啊，就是那個商業中心，你搞個網點，現在去銀行的都是老頭老太太多嗎？老頭老太太跑到商業中心去幹啥呢？所以說啊，你權衡一下，你就發現把商業中心關掉一個，1年的租金啊省下來，可能比那個網點的淨利潤還高得多。老頭老太太嘛，你就在那個小區裡面，對吧？人口密集的那小區裡面搞個網點就算了。所以這就是銀行業啊未來的大趨勢。從技術方面，由 AI 提高效率，壓縮人工成本；從物理方面，那就是要關停這些網點。那銀行業大裁員啊，這個不是咱危言聳聽，2026年就準備吧。自從這個教師行業，對吧？2025年開始，是不是日子馬上就不好過了？你身邊傳來的都是老師，小學老師啊，不是分流到哪個鎮上去當個辦事員去了，工資給你發700-800，那沒有辦法，你要不去，那連700-800你都拿不到。就是老師的好日子沒了，說沒就沒。然後就是醫生，對吧？那個醫生這第2波降薪，而且醫生啊，很多醫生覺得越來越沒得幹頭。昨天好像是南昌是吧？又發生這個患者吧，跟醫生之間發生矛盾，又發生慘案。那你說對醫生來說錢又少，對吧？工資又低，完了之後還不安全，你說對醫生這個行業打擊大不大？那接下來就是啊，銀行員工2026年就肉眼可見的寒冬來臨，對吧？如果你在銀行上班，無論你是做信貸員還是做櫃員還是做什麼，反正都要做好心理準備吧，對吧？要積極發展自己的第2職業。如果年輕的話啊，在銀行沒幹多長時間，自己估摸，如果沒有前途，那趕緊，對吧？現在叫騎驢找馬，對吧？這活先幹着，就看看別的行業有沒有機會，因為它是越來越難混啊，因為他的人只會越來越壓縮，不會越來越多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